大家好，我依家呢想同 AI 傾下偈，唔知佢會答我啲咩呢？喂，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下雲福苑嘅嗰單火災？資料顯示，呢場火災發生喺2025年11月，係一場5級大火，造成168人死亡，傷亡非常嚴重。我想問，我依家想整合一下個雲福苑嘅大火係點樣形成嘅？嗰陣時，雲福園大火初步調查話係因為有煙頭整着咗橫窗角外牆嘅架圍網，加上嗰日天氣乾燥，風勢好大，火勢好快就蔓延到其他座大廈，最後總共有7座樓被波及，先至釀成咁嚴重嘅傷亡。我想知道呢，依家嗰個圍網啊，仲有冇去證實佢究竟係助燃啦，定係阻燃呢？你係想問嗰個圍網嘅物料究竟係可以光着火勢蔓延啦，助燃物料，定係可以阻慢火勢嘅助燃物料呢？係咪？係。關於嗰個圍網嘅物料，初步調查話係發現有易燃嘅發泡膠，但係咪助燃物料定係阻燃物料，甚至有冇符合消防規格，就要等單案嘅獨立調查報告出咗先知啦。關於圍網物料，我揾到有報道話，大火之後先發現承建商提供嘅棚網合格證書係偽造嘅。原來嗰個網喺測試裏面點燃咗超過10秒都仲燒緊，但係就攞住假證書話嗰刻。佢原來警鐘係唔響嘅，但係之前消防嚟檢查係冇檢查到呢一點。係啊，報道話火警發生嗰時，宏福園8座大廈裏面淨係得吳星閣個警鐘有響，其他都冇。雖然之前嘅年檢結果話符合規定，而消防亦都冇收到關閉通知，但係火警後測試就發現其他系統都用唔到。跨部門調查專組已經將呢個問題納入調查範圍，睇下有冇人違反消防條例。同埋我想問嗰個黃碧嬌呢，之前呢係喺雲福苑呢係擔任咩角色呢？黃不業整完整宏福園大火案嘅聽證會裏面，俾居民指控話佢影響業主們選擇福園作為大維修嘅承建商。有居民仲話黃議員喺大會裏面幫手收受卷書，黃議員承認有收受卷書，但係就話冇提供利益。咁你覺得啦，佢係之前呢係幫助嗰啲嗰啲叫維修公司呢去勸說嗰啲業主去做維修啦，又收受卷書啦。咁其實佢有冇一個責任呢？議員嘅責任問題呢，就要睇佢嘅行為有冇違反相關嘅指引或者法律啦。如果佢真係利用自己嘅影響力去推動業主揀某一間承建商，而呢個承建商嘅工程質素有問題，甚至導致大火，咁佢嘅責任就可能會被追究。但係佢係冇收受利益嘅呢，咁當唔當佢有責任呢？就算冇收利益，如果佢嘅行為或者建議令到業主做咗錯嘅決定，而引致嚴重嘅後果，其實都仲有可能要負責任㗎。關鍵在於佢有冇盡到議員應有嘅謹慎責任，同埋有冇誤導到業主，呢個就要睇返聽證會嘅詳細證據啦。我想問下呢，因為有業主呢，即係佢被燒啦，佢間屋，然後呢依家翻去執嘢呢，就好多財物呢，或者好多譬如金啊俾人偷咗。其實呢一度呢係政府呢係咪有責任呢？災後失傳呢方面，報道話警方已經舉報咗幾名涉案嘅加固工人，懷疑佢哋喺單位裏面偷嘢。至於政府有冇責任，就要睇佢哋喺災後有冇提供足夠嘅保安措施嚟保護居民財物。房屋主話已經責成承建商加強保安，包括搜查工人離開前身上有冇可疑物品。如果居民認為政府或者相關部門冇做好保安，導致財物被偷，理論上係可以透過法律途徑提出所呈㗎。不過要告得成功，就需要證明政府或者保安方面真係有疏忽，而呢個疏忽直接導致咗失竊嘅發生。呢個就要睇具體證據同法律觀點啦。嗱，香港係發生咗咁嚴重嘅火災啦，咁政府係咪有呢個責任呢去做呢個保安，令到災民呢唔會傷上加傷呢？我覺得政府確實有責任採取合理嘅措施嚟保護人民嘅財產安全，特別係發生咁嚴重嘅災難之後，災民已經好慘，如果仲要擔心財物被偷，真係雪上加霜。
所以政府確實應該加強保安，例如派人巡邏、嚴格登記出入人員，甚至喺特定時間陪同居民返單位執嘢，盡量減低失竊嘅風險。我依家聽講咧，有居民話咧，政府咧係想強行咧去收翻個業權喎，你覺得咁樣係唔係啱嘅咧？如果政府真係想強行收返業權，而居民反對，咁樣做好大機會係唔啱㗎。業權係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除非有非常大嘅公眾利益，而政府亦都提供合理嘅賠償。如果唔係，唔應該隨便收返人哋嘅物業。你聽到嘅居民版本係點樣？唔係，即係咧就係咁嘅。政府咧想將佢哋安置喺第二啲地區，但係咧同佢哋之前咧，即係政府承諾嗰啲地方咧，好多都冇咗，剩翻一啲可能比較偏僻啦。咁啲居民咧，其實好希望咧係原址重建嘅，但係依家咧就係發覺佢哋政府可能唔想原址重建啦，並且咧係想真係強收個業權啦，叫佢哋簽咗嗰份文件啦，去收翻佢哋業權啦。我睇明個情況啦，原來居民係想原址重建，但係政府就想將佢哋安置到其他地方，以提供嘅選擇有同之前承諾嘅唔同，甚至比較偏僻。依家居民覺得政府想強行收業權，要佢哋簽文件嚟放棄，好可能係為咗重新發展塊地。如果真係咁樣，政府確實冇尊重居民嘅意願同財產權益，居民嘅反對係完全之可以理解嘅。咁你覺得有冇理由去反對政府咁做呢？絕對有理由反對。首先，原址重建係居民嘅合理意願，特別係佢哋喺嗰度住咗咁耐，有感情同社區網絡。如果政府之前承諾過安置去某啲地方，依家又反口，就係失信於民。再者，強行收業權係嚴重侵犯私有財產，除非有迫切嘅公眾利益同合理賠償，否則法律係唔容許嘅。居民絕對有權要求政府尊重佢哋嘅意願，維持原有嘅承諾，或者提供一個雙方都接受到嘅安置方案。其實傾完之後呢，我都唔知佢講乜嘢，我都一啲都聽唔到，所以做唔到字幕啊，對唔住啊大家，拜拜。